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。今次跑馬地夜賽一共9場，從5班到3班，場場都有伏兵潛藏，亦唔乏穩膽可以追。依家即刻送上每場心水段落同埋賽事簡單心水列表，等大家準備好筆記紙，夜馬有作數。第一場第5班1000，快樂奇兵由布文策騎，連場2段飆紅，預計名次出色，信心首選。標誌多多由潘頓操刀，末段急勁，配合馬型，今場最有機會後上。謙謙君子近仗末段飆紅，早段守好位，收腳具威脅。納德駕勢步速輕盈，預計走勢順，今場配合明年亦值一搏。第二場第4班2200，管之友由田泰安策騎，3場連續紅段，預計名次極佳，形勢佔盡優勢。歡樂老窩近仗末段凌厲，潘明輝配合發揮佳，今場有望後追撲到。客家之光2場2段支持，屬冷門有力爭勝者。幸運同行連場末段爆腳，表現穩定，可作配腳之選。第3場第4班1650，見測精英由艾少禮策騎，3場加有段速支持，預計名次最靚，正宗主膽。自由潘頓出手，段速平穩向好，適合中段轉位攻勢。一生好彩操練積極，腳法自然，形勢上佔一席之地。奮鬥輝煌早段主動，田泰安操控佳，若控速成功有力偷步。第4場第3班1200，含天鐵亦由布文策騎，3場2段紅段，強攻型快馬，配合拍檔有望力壓全場。電源之區近仗段速勁抽，巴道駕駛配快地快馬，屬強大配搭。勇威神區操練穩定，潘頓駕駛威脅十足。嘉英掌聲中段轉位快，前段守好形勢有望偷襲。第6場第3班1200，Eason由布文策騎，3仗段速極勁，包括2段及末段，今場位置好，正中攻勢型坐騎。勇霸王由田泰安駕駛，步速鮮明，轉腳流暢，起動早佔優。魅力寶區由巴道出擊，部署明確，早段主動具破格機會。翠紅腳頭回升，跑法轉穩，末段腳法具威脅。第7場第4班1200，天下寵兒3場皆為2段紅字，爆發力強，今場跑法配合，一出即主導。光輝所願由布文主理，步速拍檔合拍，具前段主導力。夢幻進區3場皆紅段，屬穩膽位置選擇。廚神段速突出，潘明輝駕駛手中段有後上機會。第8場第4班1200，多利神區由班德禮策騎，段速勁抽兼預計名次佳，出閘快馬必數之一。快博由潘頓策騎，末段爆發力強，預計名次仍在高位。幸運星球紅段充足，跑法合適快地戰。環球英雄段速2場紅，轉腳凌厲，入位有力。第9場第3班1650，唯美主義3場皆紅段，配潘頓極具信心，今仗主動搶攻有望全勝。納百川由周俊樂駕駛，3場段速強勁，屬全場最大威脅。洪海勁表現持續向好，末段快腳可拖一席。有財有勢3仗穩定，有力趁機會爆入冷腳。